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25，诗篇98篇1节安尼讲：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。伊的正手，神的手骨，施行拯救。三甲来祈祷，最奇妙事，甲施行拯救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、独独所行奇异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！伫你的创造中，你看愿人最宝贵，也使阮官兵来管理你的创造。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，是阮用一世人也感谢袂尽，嘛永远行袂了。主啊！你用威严做衫来穿，用能力做腰带来下，因为你的大能作为，世界就坚固袂摇动。主啊！求你坚固阮呼求的时，求你拯救阮就要向你唱新歌，因为你有做奇妙的事，你的正手，神的手骨，施行拯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